容海恩議員。主席，我發言支持周浩鼎議員提出嘅議案，關注兒童同埋青少年過度使用互聯網同埋電子屏幕產品。咁當然啦，我對呢個議案又愛又恨啦。即係你話點樣去監管到細路仔用少啲？當大人我哋都起碼每日用起碼10個鐘，即係而家你睇下我哋 on air， 即係我哋電話個 on time 幾耐，大家都理解到，可唔可以冇咗電子產品？可唔可以冇咗電腦？其實真係唔可能嘅，唔可能嘅。當然我而家見到即係睇返政府，其實過往都有關注，響衛生署嘅學生健康服務入邊咧，有唔少嘅篇幅係講關於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，但係最近更新嘅已經係10年前啦。咁所以我諗政府都覺得係束手無策，即係咪訂立咗過往其實已經有指引嘅，即係2歲以下嘅2歲至18歲嘅用幾耐？你哋其實喺過往亦都出咗一啲調查，話應該咧就係18歲以下用2個鐘啦，每日2個鐘啦咁樣樣。但係而家你話2個鐘，我淨係揾嘢，我用 DeepSeek 啊，我用人工智能嘅工具。揾幾條問題，其實都唔止2個鐘嘅時間。當然而家我哋見到科技日新月異，其實電子屏幕或者手機對眼睛嘅影響，大家都理解。但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冇咗佢唔得。我就算壞眼我都要用，尤其是疫情嗰陣時，你全部都係網課嘅時候，你大家起碼家長起碼都要陪伴細路仔3至4個鐘睇住熒光幕啊。咁你過完疫情之後，而家3、4年之後，我哋可唔可以搣除咗，降翻去2個鐘啊？冇可能㗎。咁同埋而家亦都見到每間學校，無論小學、中學，佢哋亦都有大量嘅課程係用翻電子版嘅，即係可能係有一啲係數碼嘅功課啦，有一啲嘅短片啦，有啲其他嘅感受嘅體驗都係用電腦嚟睇。咁所以你話可唔可以完全搣除，或者叫細路仔限時限刻3、4個鐘閂機咁樣？當然大家都睇到嘅好多新聞，而家家長同埋細路仔嘅衝突就係話啦，我而家掹電啦，你熄唔熄機？跟住好多家長亦都形成咗佢哋自己亦都有健康精神問題。喂，點樣叫你閂機啊？機不離手喎，大人又機不離手，細路仔機不離手，不如大家就唔好觸碰呢個問題啦。大家都驚咗。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健康地又叫佢你用少啲啦咁樣？我覺得細路仔都聽到厭晒㗎啦。你叫佢用少啲遊戲機，或者可以分2部分嘅，一部分就係教育性嘅，一部分就係話上網去社交媒體同埋社交嘅平台同埋打遊戲機打機。咁嗰度你可以分開嘅。當然你話用啲乜嘢嘅指引去打機同埋社交媒體，呢度係咪可以有指引呢？我覺得可以。你包括而家其實好多學校都唔俾細路仔帶手機返學㗎啦，已經有㗎啦其實。咁嗰度已經你咪俾教育局去處理呢一度。放學返屋企啦，大部分都唔係睇電視㗎啦，睇電視呢個係被動性咁樣接收資訊啊嘛。咁而家細路仔2歲嘅都識隻手指咁樣掃下睇唔同嘅短片。其實我覺得而家響成個潮流嘅轉變之下，我哋用手機用電腦已經係無可替代嘅方案。除咗你話我等多10年之後，我哋有具身機械人，有人陪伴，有機械人陪伴我唔需要自己用機，唔使用眼去打指示嘅，佢直接同我講嘢嘅，咁我就可以唔使用電腦啦。我覺得呢個起碼都要10年嘅時間先至可以去到下一步。咁但係當細路仔喺返屋企冇人陪，咁你又係俾架手機俾佢，起碼叫佢留返喺屋企，唔會出去識壞人。即係呢個我覺得點樣去有效咁樣俾啲適當嘅資訊俾佢，或者係咪可以俾到家長有其他嘅代替品，包括我將個手機嘅屏幕射上去大電視嗰度，射上去投射上面，令到眼睛唔會咁容易壞咧。即係呢啲其實係有其他代替方案，你可以俾到家長有其他嘅選擇。但係而家冇選擇之下咧，我真係淨係俾手機或者淨係俾平板佢。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點樣可以建立一個良好嘅家庭關係之時，又可以令到家長嘅壓力冇咁大，又可以教導到令到你啲眼唔好壞啊，啲骨骼唔好壞啊咁樣樣。咁希望政府咧即係
都希望喺僅有嘅資源之下啦，我都知10年冇更新過你哋嘅資訊㗎啦，都可以係與時並進啦，用翻而家真係切入翻香港嘅真係實際嘅用處，聽下周浩鼎議員嘅議案，睇有啲乜嘢嘅方案可以令到家長更容易去處理。唔該，主席。